大家好，我係疾如風，今日咧又嚟到思益國際水會呢度啦。已經係第二次嚟到呢間水會噶啦。咁咧佢同上一次有咩唔一樣嘅地方咧？咁就係佢新增咗足球寶貝主題啊嘛。喂，呢度都有好多飲料啊，可以自己攞啊，同埋嗰個水果啊、零食仔啊，仲有港式檸茶喎。睇呢個環境都好幾唔錯嘅。思益國際邀您暢看世界盃盛宴，耶！Hello， 小姐姐，你們是幾號呀？我是3個吧，他是哪個？哇，你們長得好像啊，是不是雙胞胎哦？是。我猜左邊這個是妹妹。對。左邊那個是妹妹。哇，你們兩個長得真的好可愛呀！你們今天是不是足球寶貝來的？哇，真的是很不錯啊！你們兩個身材好好哦。哇，你們都好漂亮哦。你把好點啊！我在思益國際等你。而家又嚟到餐廳嗰度啦。喂，呢度有台好大張嘅桌球台啊，可以叫埋啲 friend 啊一齊來嗰度篤波㗎嘛。好啊，咁咪來到餐廳區咯。呢度嘅台啊又大又乾淨，然之後呢度嘅環境咧都幾好嘅，平時咧都可以過嚟呢度食啲嘢㗎嘛。好，咁自助餐嘅時間咧，午餐咧就係12點鐘到1點鐘啦，晚餐咧就係6點到7點噶啦，宵夜時間咧就係12點到1點鐘噶啦，無限量供應啊，大家都可以過嚟呢度食嘢噶嘛。好，咁咪到嗰度飲食廳噶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一排一排嘅床啊擺喺呢度，大家都可以過嚟呢度躺睇波啊、賽馬啊，咁乜都得啦。仲有咧，仲可以有足球寶貝嘅，陪住你一齊睇波啊、睇賽馬嗰啲啦。環境都唔錯嘅，都幾大嘅。世界盃加油！我在思益國際等你，耶！呢個足球寶貝主題啊，唔係隨便講講啫嘛。從穿搭到身材管理都好到位噶嘛，腰線啊、腿型啊，呢啲整體嘅比例啊都非常打得嘅，屬於呢種讓人眼前一亮嗰種健康美噶啦。嗰個小姐姐企喺呢度咧，足球寶貝都眼過啊，直接就對味啦。唔單止咧人靚啊，身材好啊，佢哋都好溫柔噶嘛，一邊同你哋傾偈啊，一邊按摩啊。反正咧呢種店我真係會反覆來噶。我份人咧都係衝住足球寶貝呢個主題來嘅，一日來我就知啊，呢個地方係來啱咗啦。耶！思益國際邀您暢看世界盃盛宴。好，咁咪來到呢度嘅走廊呢度啦。而家可以睇到啲環境啊、裝飾啊都好好嘅。而家呢度嘅裝飾咧係呢種古風嘅風格噶啦。可以睇到兩邊都有好多樹木啊、嗰啲花花草草啊嗰啲嘢嘅。好，呢度就係個房間噶啦，環境都唔錯嘅，床都好正嘅。好，咁咪來到嗰個榻榻米房間啦。睇到嗰啲房間啊都幾乾淨嘅，床頭仲有一個大電視添啊。好，咁咪到嗰個 K 房嗰度啦。然之後咧，嗰個環境啊都唔錯嘅，仲可以同埋個 friend 啊嚟嗰度點點酒水啊、唱唱歌啊，仲可以有啲小姐姐陪到一齊唱歌噶嘛，環境都唔錯嘅。哇，可以見到啊啲麻雀房啊，仲有一個大嘅餐台喎。呢個餐台啊可以嚟到食飯噶嘛。好，咁啊嚟到休息區咯。呢個燈光咧都好暗嘅，環境都唔錯。平時咧可以嚟到呢度咧就自己享受啦，玩下電視睇啊，同埋可以搵翻個姐姐仔幫你一邊按摩一邊享受噶嘛。好，而家嚟總結一下呢個水會咧，小姐姐咧身材都好好噶，人咧又好靚嘅，講話咧都好溫柔嘅。同埋咧按摩嘅力度啊、手法啊、技術啊都係好在線噶嘛。
如果下一次咧又仲有咩新活動啊，我肯定都會再來多次噶啦。如果大家咧鍾意我嗰個視頻嘅話，唔該點點讚啊，訂閱一下啦。下一次咧我會帶大家睇更多嘅靚女啦，拜拜啦各位。